可能受得太多呢個文化影響，就會諗起摸嘢摸嘢 Q 啦。裏邊有好多靚女，同啲客人玩嗰啲。睇過日本嗰啲片都有睇過。唔知澳門人對女僕文化嘅程度有了解幾多呢？我哋今日嚟到澳門塔石呢度訪問一下澳門嘅人對女僕文化嘅了解程度有幾多啦。Let's go！ 你有冇去過女僕 cafe 呢？想問下你哋有冇去過女僕 cafe 咁？冇去過，都冇去過。我未去。你未去過？去過。去過。未去過，未去過。我未去過。有去過。冇去過。有啊。冇去過。冇。冇啊。冇去過。未去過。有諗過未去過。冇。知唔知澳門有女僕 cafe？ 知唔知澳門有女僕 cafe 啊？IG 有聽過。IG 有聽過。三盞燈嗰邊。知道。好清楚。我知道。好似之前有，唔知。知啊。知道。聽過咯，但係未去過。朋友想帶你體驗一下，你會唔會去呢？如果朋友話介紹上一齊去嘅話，你哋會唔會都想去咁樣？可能會陪佢去咁樣咯，可能會自己去，即係支持下女僕。都可以。如果一班人 OK 嘅，都會想體驗下咯。會想體驗下。會考慮嘅。都會。都想嘅。朋友想去，你都係推薦佢哋去嘅。都推薦。我好想拉埋我朋友過去，大家都一直唔敢去咯。會想去。我都 OK 啊。會啊，因為佢可能請我啊。唔會。比較怕醜。唔夠 chill，中意啲比較 chill 啲嘅環境。明白。你對女僕嘅印象係點？好健談，好活潑，係啲比較 cute 嘅女仔。咁呢個文化就係比較特別少少，喺澳門係比較少見啦，同埋基本上就係 service 會比較多少少。可愛，好得意啊，好可愛。都冇乜嘢幾靚咯，就係好 Q 咯。大部分都係即係 coser 轉型去女僕嘅，咁其實都係想支持一下即係澳門呢個好細嘅二次元文化。可能係動漫嗰啲啩。你睇過日本嗰啲片都有睇過。識得魔法，因為我覺得日本嗰邊女僕 cafe 個 culture 即係好 popular 啦。咁你喺 YouTube 度都會見到啲片。我自己對女僕 cafe 嘅印象就係即係客人同埋個 server 佢個互動會多啲，咁主要同女僕相關，就互動性會強啲。你覺得女僕 cafe 同傳統 cafe 嘅分別喺邊呢？可能儀式感會重少少啊。首先一年都係 cafe，即係會有嘢食咁樣。但喺服務上面就係會有女僕文化 involve 喺入邊咁樣咯。首先有女僕啦，然後可能受得太多呢個文化影響，就會諗起摸嘢 Q 啦。應該不會有太大區別，好玩啲，有好多靚女，會多咗個各施魔法嘅環節咯。裏面會包含嗰張相，應該會有啲女僕去跳舞，就同啲客人玩嗰啲。就係有好多 QQ 嘅姐姐喺度咯。女僕 cafe 其實就係即係日本帶佢嚟噶嘛，咁我覺得有呢個咁特別嘅文化，即係同其他 cafe 係唔一樣，因為女僕 cafe 嘅賣點就係服務，即係 service，咁所以其實都係想支持。服務員着得唔同啲咯，都好似 Lolita 咁樣嗰啲咯。可能啲賣啲 cafe 價錢平啲，然之後高級啲咯，入邊啲設施。我覺得佢主要賣服務多啲咯。賣服務多啲咁樣，你覺得呢？即係會開心啲。訪問咗有80%嘅路人都未去過女僕 cafe，但當中有90%都想嘗試體驗一下。未去過主要可能覺得女僕 cafe 嘅氛圍會令人有壓力或者難以放鬆，即係覺得去女僕 cafe 會比較怕醜同羞恥。加上澳門嘅女僕文化並不普及，可能會令人陌生同埋唔適應。但係其實女僕 cafe 主打就一個可以俾你放低現實中嘅壓力，俾你一個可以有歸屬感放鬆嘅地方。如果你有興趣，不妨一試，可能會有個唔錯嘅體驗呢。啱啱就出去街訪完啦，唔知大家對女僕文化了解有幾多呢？唔講住啦，洗杯先。拜拜，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ご主人様。你有冇去過女僕 cafe 啊？會唔會想去呢？